喺澳門點樣先至係貧窮？上一條片講一個本地人若果月薪8500蚊，根本唔能夠生存。有人話呢個唔係有啲誇張，有人糾正我話唔係唔能夠生存，但係卻唔能夠生活，呢個都有啲道理啦。喺澳門點樣先至算係貧窮，或者維生指數每月4350蚊，應當算貧窮啦？唔啱，維生指數只係針對一啲基本缺乏工作能力嘅人，用以維持生存嘅指數，而且維生指數仲未將住屋費用計算在內，因為若果要支出住屋費用，除非租到社屋。否則呢，莫講係租個小單位，甚至只係租間房，可能呢4350都冇咗啦。對一個有工作能力嘅人嚟講，點樣先至算貧窮？有一條線係官方訂嘅，可以此為據。澳門嘅公屋之中，社屋係面對經濟狀況薄弱嘅家庭。所謂經濟狀況薄弱係法律上文縐縐嘅用詞，其實意係貧困家庭。所以合資格租住社屋嘅人，90%都可獲豁免租金，連管理費、維修費都由政府全數負擔。政府為此而耗用唔少公帑，但係公眾基本唔存異議，因為社屋所協助嘅就係一群經濟狀況薄弱嘅貧困家庭或者個人。確保佢哋唔會貧無立錐。若果大家同意有資格入住社屋嘅都係窮人，則請大家睇下社屋嘅收入上限。個人申請其收入上限係月收入澳門幣12750蚊。咁就係話，若果一個人嘅月薪係12750蚊或以下嘅，就有資格申請社屋。就算係一個窮人，咁月薪8500蚊係遠低於貧窮嘅標準。或者問一份月薪8500蚊嘅工作，本地人接咗可以維持到日常嘅生活嗎？租個小單位都可能耗用咗月薪嘅一半以上，餘下嘅想食飽肚呢，亦都只能係北上消費啦。呢個係典型嘅在職貧窮，連喺澳門維持生存亦都困難，唔通合理嗎？所以我一直喺度講，因為外勞嘅濫批濫用已經完全破壞咗本地勞動力市場嘅平衡，喺嚴重威脅本地勞動者嘅合法權益。因為大量外勞嘅存在，導致到失業、就業不足，當然係首當其衝。而即使仲保有一份工作嘅勞動者，亦都因為外勞嘅泛濫而導致議價能力喪失。薪酬福利俾唔合理咁壓低，苦不堪言。係啦，呢個又豈是嗰啲享用高薪厚祿嘅天家們所能體會嘅呢？佢睇到失業或者就業不足嘅只係一個數字，但係對當事人嚟講，咁卻係個能否生存嘅問題。呢啲嘢邊會係高薪厚祿嘅天家們所能體會嘅呢？佢哋睇到呢個失業或者就業不足嘅呢，只係一個數字，但係對當事人嚟講呢，咁佢係個能唔能夠生存嘅問題啦。暫時講到呢度，拜拜。